胡鬧！这里面到底哪一位是你的女朋友啊？奶奶，您看哪位好看，她就是我的女朋友。来人，把这些乱七八糟、不知所谓的人，都给我请出去！等等，老夫人息怒啊！是还用您动手吗？姑娘们，到我家去，我们继续 happy。奶奶，我请他们来都是来给您过生日的。我可消受不起，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一看就是缺少家教、没有素质的人。我们顾家虽说不讲家事，可是也不能在这些人里头选女朋友啊！我是坚决不答应的啊！奶奶，我没说让他們做我的女朋友，我只不過叫他們過來玩玩。玩玩，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是該給你娶個媳婦兒了。老方，這是全國各大高校的校花名單，無論是智商還是外表都是很不錯的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們一個個的素質都非常高。你要是有孝心吶，就在這裡面給我選一個孫媳婦，就當是你送給奶奶的壽禮了。奶奶，這樣不好吧？怎麼不好啊？你選不選啊？好，選。那，這個南宮琉璃長得還不錯，就她了。就一個呀？你再選一個，做個備選。那，這個賀錦熙長得也還可以，就他倆吧。賀錦熙、南宮琉璃。嗯。老方啊，你派人去通知一下這兩個姑娘，讓他們立刻到我們顧家來一趟。是。啊，這麼快？